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雅珊，欢迎收看7月18日中嘉台南地光新闻。台南市消防局因为累积未少伫旧城区拍火的经验，发展出一套抢救水源的方法，上午动员43台车辆，100多人进行示范演练。根据了解，相关的战术运用嘛是全国首创。参像眼科、复兴路巷内的这款较矮、阁有铁皮工厂等传统产业的区域，一拄着火警时常有水源不足，甚至消防车根本无法度进入救灾状况，面临需要长距离接水的困境。所以消防局不断思考提升救灾效率，对掌握水源采取防护、循环等无同方式的进水方式。也希望伫同款的消防车、消防选定配备之下，保持水流、水压袂中断。所以我们从整个这个进水的概念上来做一个改变啊，那么把进水的这个管道呢能够增加，然后把接续要抽水的这个消防车呢快速的补回上去。过去就是我们同仁就是一来就是车阵嘛车阵摆着，然后一步接着一步，如果像这个巷道很狭窄的那变成我们消防车就自己把自己的路挡住了。那现在后面的水源车把它这个部署好以后呢，前面的车子可以一个循环一直上来，接续上来，这样让整个水源就可以很充裕的来补充。消防局为了这摆示范演练，全市每一个大队拢动员消防车队总共50名人力来观摩，加上43台消防车近100名人力，会当看出消防局对这摆演练相当重视。重点嘛是希望对水源不足的救灾经验当中，会当充分活化相关的战术，保障市民生命财产安全。台新闻管制郭国义采访报道。这阵市区出现一个大型的扭蛋机，吸引真侪人潮到现场试手气。但是未到日前，有民众检举，该设施是违法设置，因此市府副秘书长吴新修日前率领公务局等单位到场会勘，发现扭蛋机确实无向市府申请设置，表示会互业者1个月的时间进行补交。伫顶礼拜六，才拄开幕的大型扭蛋机，大约有2层楼高，一推出就吸引侪民众排队试手气。但说河原本着真矮的道路，交通变了搁较乱，而且这大型的扭蛋机搁被民众检举是违法设置。因此，伫17号由副秘书长吴新修率领公务局等局处官员到场了解，强调以建筑法规，业者必须申请相关执照。除了限定业者伫1个月内补交，也应该做好敦亲睦邻，甲解决周边交通问题的措施。因为这个扭蛋机还有这些货柜屋它虽然是属于这个临时刚搭建上去了那我们这2天的一个初步了解，就有关货柜屋的部分，因为它有定着的一个项目，所以按照建筑法的规定，它是必须要来申请。那至于，所以我们待会这个公务局会给业者1个月的一个补照的一个期限那至于他是要用什么方式来请照，那或者是说他要申请什么样的执照，我想这个我们会等业者提出，那我们会跟他做一个沟通。那因为这个执照的部分还会有涉及到他的必要的一个空地比还有相关的规定，那这个都会在后续来做一个协助了对此，业者回应，目前搁咧申请使用执照当中，因此将暂停开放扭蛋机，等待确实改善符合规定后再营业。但新闻综合报道，虽然大型扭蛋机被检举违法，不过已经成功带动人潮，嘛凸显扭蛋的吸引力。根据了解，目前台南市无人经营的扭蛋专卖店，一间一间开，甚至有少年人1天5就来开店，希望甲大家分享扭蛋的趣味。
来自日本的扭蛋文化目前嘛吹来台南，主要伫闹热的观光区陆续出现无人经营某些专卖店，引进上届流行的佚佗物来吸引游客甲受众者，甚至嘛，互原本是公仔面的蔡东印，伫退伍以后，归去家己开店来做头家愿望。于10平空间摆满60台无同的扭蛋机。头家表示，虽然利润才2成外，不过就是当作副业的投资甲兴趣。其实自己本身小时候就还蛮喜欢玩扭蛋，对，然后其实它利润不是很高，只是有点像是为了完成一种梦想的感觉。然后因为台南这个扭蛋店它其实不多间，对，才会想说就试试看这样，因为也是自己的住家啦，所以投入的成本就是相对比较不会那么高，那压力比较不会那么大。我们基本上1个礼拜内会更新1次到2次这样。对，我们会尽量的达到最新的品项，对客户来说会比较好一点，因为大家都会想要拿到最新的扭蛋这样。对。现场会当看到店面也咧重新装潢规划，不过已经有游客看到家己介意的神奇宝贝，赶快来试手气，来实体店面享受扭蛋的滋味甲疗愈的效果。因为平常都会在网络上买，但是因为在网络上看不到实体的东西，所以如果有这个专卖店，我可以先从旁边看那个可爱的转蛋，然后我再选择我想要转蛋机。而且有时候在网络上是因为只能买一整套，然后不能就单买几个，所以来转蛋机的话也可以赌一下自己想要的那一个，这样。享受扭蛋那种趣味，对吧？对啊，而且这样子也不用担心那种，因为扭蛋最重要的就是要转，然后看那个惊奇的感觉。所以如果直接购买的话是没有那个感觉啊。如果有这个转蛋机的话，真的是很有趣。扭蛋受欢迎，除了用会当家己接受的介绍来买到家己介意的佚佗物以外，丰富的选择甲种类，以及等的时阵迄款期待心情，更是互大小朋友拢动袂了。但新闻管制郭国义采访报道。三重区公所上午成立社区营造工作平台，由三重区长协同各里的里长以及在地社区营造的人才，要针对三重区的特色，进行社区改造甲未来发展的规划。三重区成立社区营造工作平台，当地里长以及对社区营造有研究的地方人士，拢聚集做伙，由三重区长于基奇颁发社区营造者的聘书。区长也表示，虽然三重区的社区营造发展比较慢，但也因为安尼，所以有真侪成功的案例会当做详细参考。咱三重7个里、7个社区，我相信未来可能也是会安尼。所以咱继续努力打拼，咱继续努力打拼啊！虽然咱较慢，无要紧，足济有人做长头前互咱看，搁有咱这个顾问甲咱加入，我相信对咱一定要帮忙足济。但是除了因会甲咱帮忙以外呢，咱嘛是需要社区每一个成员，大家来努力。未来三重区这个工作平台将会定期召开会议，检讨所进行的社区营造工作以及成效，并希望会当结合三重区的庙宇、古迹甲特色美食，发挥三重区的地方吸引力。台湾新闻网后采访报道。农业被看作是古早的行业，真少有少年人想要从事农业。根据统计，目前国内做事年龄平均伫62岁左右，农业卖力高龄出现短暂危机。为了鼓励少年人投入农业，但市政府推动新农林政策，招募20到45岁有意加入的少年人，提供技术、资金、农地、行销等资源协助。这6年来已经成功吸引838位新农林加入。甚至还有93人突破100万年薪。因为我没有一直强制喂啦，因为一直强制喂他们会大很快，可是那个死亡率会比较高，所以我是希望说以一个养殖的部分，我们能够控管在说存活率比较高的状况之下。
求质再求量，这是郭俊伟养殖龙胆石斑初衷。70年次的他，26岁那年接下父亲遗愿，当起新农人。我们在第7年的时候，也就是3年前，那我开始就是有在走自产自销的部分。郭俊伟以向往养殖龙胆石斑，一来好管理，二来减少大鱼攻击小鱼事件。而且别看周边杂草，这个是天然保护墙。我们是不使用除草剂做自然管理，因为我会觉得是说，我们遇到那个天气很热，它其实这个有植批的部分的时候，它的温度也不会那么热。如果说天气很冷，它也是可以变成说皮肤可以保温。然后重点是像那个我们很久不下雨，它刚下雨下来的时候，它会冲刷一些东西下来。那这些沿岸的这些植物的部分，它是一个很好的缓冲。台湾迈入高龄社会，农渔产业出现断层。根据统计，务农年龄平均在62岁。若没年轻人的加入，农村生产力只会越来越衰弱。那我们希望，对务农有兴趣的，不管他是2代，或者呢他是完全没有经验，那这个我们都把它纳为我们未来招募新农人的一些这对象。那我们新农人一般来讲，就是以20岁以上到45岁这个阶层。这个大概养1年多而已，还不到2年。郭俊伟加入新农人，专心耕耘，尤其一条龙胆石斑价格不菲，如何找到消费客群才是重点。我们除了现行的可以上批发市场去销售以外，另外我们呢也帮他们建立了一个叫做社区菜市场。消费者在哪里，往往有时候我们不容易抓到，但是透过这个平台它就很容易这个供应者跟消费者就媒合了。市府有把这个产地标章做起来，那我们可以借由这个产地标章跟他说，我们不只有那个中央政府的计划可以去支持说做产销履历，我们本身也有产地标章。市府严格把关台南上清认证标章，渔产上岸在冷气房进行分切、真空包装、急速冷冻，维持品质。它新鲜度、它品质很稳定，因为它每一个部位，它都会跟你介绍说哪一个部位去的煮法是最适当的，所以你照它的那个指导方式去做，你就可以吃到那个鱼的整条的精华，而且它那个 Q 度够啊。过去农民总是单打独斗、刻苦经营，但现在反而是团结力量大。因为我们就是有共同的理念，然后就是朝友善的方向去走。番社蔬果联盟5位伙伴来自不同领域，林俊仪负责技术指导，林俊伟农机具维修，苏俊波负责货运，林玉贤发挥文笔长才，王良耿则是行销。团队呢在一起工作，其实有得讨论，有得嘻哈，有得一起工作，我觉得不像是人家之前这样子，农业很辛苦，一个人在单打独斗，我觉得很无聊，然后又很累。团队或许是一个未来趋势，然后也可以集中火力，然后往外扩展的方向。农业的领域不是只有实体的生产，而是应该包含到加工的领域，包含到这个商业的领域，就是行销，甚至于呢也可以结合休闲旅游，所以休闲也可以是农业广泛的一个范围。农业不再只是拿锄头默默耕耘，而是能发挥所长，尤其资源挹注下，让青农不再彷徨。所以我们几年来，我们现在呢已经有838位的新农人加入我们的阵营。那我们大概每年呢都做一个调查，就是有92位都有达到100万以上。农业被视为是一个古老行业，但在青年返乡接棒经营，走出一条崭新道路，不是被剥削、无法温饱，而是能永续经营，创造更多绿色经济奇迹。
先扣分一个，马上登来新闻现场。正确开启车门很重要，不然怎么开呀？下车要转头注意后方来车，再慢慢开车门。这是两段开车门啦，两段式开车门，两段式开车门，两段式开车门，因为很多要说也说3次。打开一本书，每页在发亮，文字变鱼儿，游在大海洋，充满了。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迎接台南7夕爱情嘉年华，文化局陆续邀请饭店、甲元老庙来配对，推出侪特色的活动。其中大义励志酒店甲重庆市的创意，这是伫元老的假期推出博杯比赛，要送高级客房订好康，来为男女朋友的感情加温。为了配合市府的脚步，将台南打造成一个爱情城市，其中大义励志酒店得甲拥有300栋历史的重庆市合作，都要推出澎湃爱情料理，将情人节的点心用于元老的特色。上特别的也举办博杯比赛，博上侪圣杯，也有机会带5000支酒店的客房一暗，接触好情侣的感情加温。就这一次，就是因为这是在网络上有看到就是这个宝贝的活动，然后就觉得很特别，然后所以想来参加看看，就是也可以来尝试看看，就是说就是要为2位的感情加温嘛。对，这一次的活动呢，我们特别安排了现场把杯，来为这个我们7夕呢来增加一些有趣的一些加温的一些活动。我们除了说来强调我们重庆市这个醋缸处处为米，另外呢，我们在大义励志的部分呢，也提供了今年第一名的把杯呢，能够获得我们豪华的套房1万多块价值的一个住宿券。那第2名呢，我们也提供下午茶双人的下午茶。然后接下来第3名、第4名呢，由我们黑桥牌香肠有提供了一些礼盒系列，还有我们进口的意大利沐浴乳。那能够希望今年来把杯的恩爱的情侣呢，能够去符合到他们心中所期待的一些奖项。那也希望能够为这一次7夕的活动带来更热烈的高潮，也希望大家热情的来参与。重庆市虽然伫巷内，不过元老的名声真清，其中也有一尊神明会当借着交触间来增加感情，也是互情人回心转意，相当意思。另外，饭店8月6号卖家宴请葡馆合作，有侪趣味活动，先感受7夕爱情嘉年华的气氛。等新闻官及郭博义采访报道。虽然今年台南7夕爱情嘉年华也未正式开始，不过饭店甲元老庙的合作已经热烈滚滚来进行。其中老爷情侣甲书店大天后宫，都伫创业未婚联谊餐会当中，推出用食材来画图的趣味活动。为增加今年台南7夕爱情嘉年华的文化创意，饭店业者都来用酸甜苦咸的滋味，推出爱情元老相关的菜色甲点心，期待有情人会当度过爱情佳节以外。今年特别的是结合书店大天后宫，要互男女朋友伫用餐联谊时，透过食材画图等趣味活动来破冰，增加恋爱温度。上澳文化局长嘛来共同见证双方合作，同时体验料理联谊当中的创作。大力的甩过去，哇哟！今年大天后宫的月老比较文青啊。这个月老爷虽然他已经非常年代久远
去秋家等哈，不过他还是喜欢追求年轻，所以今年特别选择了我们老爷行旅来一起合作，因为他知道老爷行旅是在饭店业者里面最具有设计感、最具创意的一家旅店哦，所以今年选择了老爷行旅来搭配。我相信我们今天在场的2位主持哦，这个主厨哦，一定没有让我们的月老失望啊，对吧？很高兴哈，我们大天后宫这一次来跟我们老爷行旅，还有利康生医科技来做合作，连健康都照顾到了哦。谈恋爱嘛，就是有酸甜苦辣的感觉，所以我们这次针对甜点的部分呢，来做了酸甜苦辣的口味。那其中还有一个隐藏版呢，就是做麻糬，因为我们的大天后宫的月老爱吃麻糬，所以我们就这一次针对甜点的部分呢，除了酸甜苦辣，还有一个隐藏版。那我们在推广了之后呢，他每天来到我们饭店啊，都可以有吃到这个酸甜苦辣加隐藏版的部分。那这一次也配合的大天后宫，那我们做了许多的活动。那尤其呢，像我们今天有一场活动，就是打破那个距离，就是让一对恋人啊感情可以甜甜蜜蜜。那我们不但怎么样来增加这个感情呢？就是我们利用食材来作画。然后再加上最后一个打碎的动作，就是打破那个藩篱呢，让我们的恋人啊可以更甜蜜。然后这是我们这次主要推出的一个主题。赢者绝对是打破人甲人之间距离真好的机会，所以饭店嘛邀请想要交朋友的赶紧报名体验。等新闻君及王子豪采访报道。在台湾有国际知名度的雕塑大师李光宇。目前受邀请在威尼斯海明威的老厝举办个人展览，同时伊为了让台湾的民众买当欣赏到一挂作品，特别选在云非凡美术馆公布展出。这次的有无之际李光宇大型个展台湾公布展，是伫咧威尼斯海明威故居所举办的，现在正伫咧台南云非凡美术馆进行展出。这次也展出上新的斗牛系列作品，总共40多件，也运用甲威尼斯无同款的展览风格，希望让台南的民众会当有无同款的体验。李老师在威尼斯双年展的个展呢，他主要是为了这个展览重新创作了一组件的作品。那当然是受于海明威的一个启发。那作品最主要的是借由斗牛。还有海明威在历史上面，他所代表的一种艺术的兴趣，就是迷失一代。他想要凸显的现代国际的一种不确定性，一种冲突性。那我们把这样的一种不确定性、冲突性，其实带回到了台湾，然后呈现在台南。我一直很关心我怎么样好好活在这个世界上。那我主要活的生活时间都花在我做雕刻，这我必须要用我的雕刻，好好让自己活，跟雕刻很亲密相处，然后这些东西也可以很亲密的跟别人一起相处，所以这一种我的职业专长以及整个生命的体力，包括智慧。全部都把它加起来，就是亲密2个字，怎么样跟自己相处，然后跟别人相处。有无之际是李光宇30当来的雕塑创作甲艺术成就，其中一件作品将东方牛魔王的形象转化为佛教当中的大威德金刚，传递吉祥之意。作品充满内涵，欢迎有兴趣的民众到云非凡美术馆欣赏这挂作品。但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天气是好天，有时低温，温度28度到33度，落雨记录2成，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7级。感谢你收看7月18日中嘉台南地方新闻。
我是丁亚珊，咱再会。